神奇的種子，女孩心裏有一個希望，希望有一天能住在像童話一樣美麗的地方。她每天都在尋找一粒神奇的種子，聽說每一粒種子都有一個希望，可是只有神奇的種子才能實現美麗的願望。怎麼樣的種子才是神奇的種子呢？女孩每天種下不同的種子，有大的、小的，有尖的、圓的，有扁的、長的，有奇形怪狀的。大的種子有大大的希望，小的種子有小小的希望，尖的種子有尖尖的希望，圓的種子有圓圓的希望，扁的種子有扁扁的希望，長的種子有長長的希望。風吹來的種子有飛上天的希望，河水飄來的種子有出海探險的希望，嘴裏吐出來的種子有甜蜜蜜的希望，撿到的種子有意想不到的希望。有的種子叫做果實，有的種子叫做水果，有的種子叫做豆豆，有的種子可以吃，有的種子可以玩。種在泥土裏的每一粒種子發芽了，長出不同形狀的葉子，有大葉子、小葉子，有尖的葉子、圓的葉子、長的葉子，有毛的葉子，有刺的葉子。